后来打来会当伫个网络顶买喙暗咯，讲第一波有717万8千人来注文，但是煞有18万人无来纳钱，当然就无法度领到喙暗。伫个网络顶买喙暗，至少就要经过4道的关卡，但是为虾米到最后一个关卡，煞有18万人无来完成呢？心理学家讲，上主要是伫个网络顶买喙暗，这个过程伤过复杂咯，影响到民众购买意愿。喙暗是名册2.0月初上路，分做网络预订、缴费、取货3阶段，总共117.8万人预订。疫情期间，遮尔珍贵的喙暗，有高达18万人明明已经订到，却无去完成缴费，敢讲只是因为无用甲袂记。口罩这个东西虽然是稀缺的，就是大家都需要它，但是呢，我们购买的管道，网络预购只是其中一个。大家想要试看看，就是政府推出来的这个方法好不好用？透过网页，或者是手机啊 App， 爱先完成身份认证，等待系统发送电子邮件，查是毋是买到。再来到喙暗预订系统，查询汇款的户头，第一时间来缴费才算完成。无一定是一个比较较容易买到的方式。如果它太麻烦的话，很多人就会到最后就放弃了。所以如果真的要增加这种网络预购的情况的话，第一个你一定要减少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过程。头一波预订喙暗2日开始，就当到超商取货，嘛是得经过几下领取的流程，亲像咧过5关斩6将。机台伫累积使用者经验了后，滚动式的检讨，互刷来预订会当更较方便顺利。